學業、家人嘅期望、社交媒體嘅壓力、成長嘅焦慮，每一個學生都有住我哋睇唔到嘅壓力。有時我哋都忘記咗呢度其實應該係佢哋健康成長嘅地方。萬軍白球書院健康校園計劃，讓同學跳出課本框框，接觸唔同已知或未知領域，喺佢哋每個專注探索嘅瞬間，抑或照顧與關懷嘅時光之中，從體驗中看見自己唔同嘅可能性，喺過程中重塑自己嘅價值。我哋相信成長唔單止係學業嘅成績，更加係無數生活上嘅互動同探索嘅混和。由心專注，體悟意義，建立積極健康嘅心態，讓我哋學生重新睇到自己喺生命中嘅重量。